会听到那个咕咕咕咕咕咕的声音哦。哦，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青蛙啊。今日喺台北县色情国小4年1班嘅小朋友户外教學嘅議題，無論係天冷比嘅、天冷烘手嘅、水地度球嘅，對一啲小朋友嚟講都係蠻識見怪。你們看這個都是稻子嘛，等一下你們要去種稻，對不對？好，那你看哦，你看這一個那個上面呢、上面那叫紅紅的那些是什麼東西？哪裡？聽聽圖南前上嘅腳譜，一下來到川元術，看見楊一筆講點拿卡貼線，定下要行到生草大農嘅細路學，北京木竹，看見細細嘅昆蟲。春香當然在我們的自然界裡面，春香，而且台灣大概有50幾種啊，哈，我們台灣已經有50幾種，所以有非常多種。這真的是非常難得一個機會啊！尤其在都會區啊，離這麼近啊，這麼近的地方還保留這麼一塊完整的一個綠地啊，那小朋友能夠就近來這邊學習啊，我們覺得是蠻不錯。那像說這些生態，如果說我們把它保留下來的話，就是說我們可以做一個生態的教育，然後就是說讓未來的這些孩子，他能親近這些大自然，然後跟這些就是說把大自然跟人共存容。介條所講嘅美術，並唔係點乜嘅新拿白立角，一片按照比同理，做啲特別嘅土上色鬧技術，認真調配單色那味貼，模組係比托，故所按照按樣嘅名嘅。較早是泉水無毋對，較早若位邊要入來吼，說攏愛坐船啦，愛用船仔過啦。啊，如果就說講在直落雨對無，啊山土流落來，安尼直流落來，啊一日落來嗰陣來轉斷掉落就對，啊斷掉起來就到尾下來較無水就開始爆產啦。因為係保護嘅，故所比同理比順康嘅城鎮還較慢開發。將比同理嘅兩體加速，了屋橋屋，對太快啲清朝面接，將分撇從台中桃園北地一條美術帶來開放嘅招人客。像我們曾祖母講，他以前是那邊好像地比較少，還是怎樣，就過來到土城這裡來開發。是在巴德那邊。巴德那邊。啊，客話即馬是攏袂曉講啊啦，迄攏無人曉講，阮後輩都袂曉講啊哩。較早阮若講若拜神的時陣吼，拜祖先就是愛擱講客。阮家較早是民國54年左右，53年，51年蓋的，到現在。中國啲台北建第一家台業，了橋屋做件好老快，連老屋公探本單應該變同好嘅門面學，都係無瑕疵嘅。我父親他們那一輩嘛，本來要放上去啊，結果沒放上去。應該要有字上去啊，什麼堂什麼堂，荷蘭堂。我們邱家是荷蘭堂跟怡慶堂比較多。唔過啲特別都飛機，還看得到修復安樣嘅紅磚瓦屋，見係一難得嘅。老屋嘅做得留下來，係因為體育區嘅管管兼罕見規定。做啲1953年，國防部對陸續整數一片嘅地圖，企業施設出大型嘅體育區。大量嘅供銷所、沿線廟、本比同理，可能外界不聯絡，適當飛去。我姐姐嫁出去要回來做客，在這邊住一晚就不行，三更半夜就被阿兵哥趕出去，那時候都敢怒不敢言。我放炮啥？我袂用嘅，攏袂用嘅，專嘛袂用嘅，啊溜溜要槍斃啊你！啊是啊，嘿，我歹哦。較早軍國時代真亂來，咱講認認啦，真鴨吧。一直到2007年，國防部解除在90條紅線的軍事管制，台灣區社區天天的本營地有一個微數。不過解除管制過後，當的污染都出現了，亂倒無愛煙奶、垃圾、前面過去鐵皮屋、火柴將用烏白鐵。一條濃厚厚嘅現象，沙啲嘅沙區越嚟越多。不過，西有那麼一群人，還係堅持點自然嘅生活。
维持等耕种，同时10万的保护菜地丰富的自然生态。那我像目前等于说我在种这个有机无毒蔬菜，它等于说就在放一些宅配啊，就送菜的这样的，有固定客源在那边。中原毛条路的休闲会，第6年前转到比塘里，啲有机专家自同合，开始代皮养奶，用木托有机的方式来耕种。真的在那个要2倍的甚至3倍的时间在这边照顾，因为你不施化学肥料，不喷农药，几乎你要看，首先先克服这个土壤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用惯性农法的话，土壤都酸化、都钙化掉了，所以先改变这个土壤。因为改变耕种的方式来生态一啲地土，另外有人使用翕相机翕拍一啲地土的像。5年前，则开始命入面的起源国，传统的记录点各种条的一趴木之间的像。另外，社区也有人专门记录养鸭的生态。根据调查，比塘里一个社区只有高达30人种的条的，70人种的养鸭的，还有包括特别树瓜的，也有19人种珍贵的瓜叶。起源国也承认，还蛮好入边以前根本没注意到生发毒行的案毒密目密接。 5年前哦，我觉得这边没有什么呢。就5年前呢，讲真的啦，5年前都是弹药，都是那个库房啊，自己也不懂得什么审美啊，都不懂啦。但是现在自从学习摄影以后，开玩笑，这边到处都是宝。你甚至一朵花，一只蜜蜂。 我觉得那个都是很漂亮的东西呀、按这样的东西，夹到木抗议来，社区固定会举办农民实习、生态导览解说，也是4天的体验活动一条，希望帮土匪企业民生，也做来享受也丰富的自然生态。 你有没有插过秧？没有，第一次。那插下去有什么感觉？就是软软的，就软软的，泥巴软软的。然后发现那个农夫种的真的很辛苦。你在踩的泥巴像什么？像鱼，就是觉得有一只手就是有下面有一只手抓着脚。真的吗？为什么？会拔不起来吗？有感觉会拔不起来。因为这个的话，它属于比较一种生态，就是生态的环境嘛。其实目前台北市这种地方比较少，然后一般大部分都是在盖那个大楼了啦。那这种地方越来越少的话，你看我们的下一代的话，哈，你想有一片很自然的绿地，越来越少了啦。不过一个绿地，才有可能增建物越来越少。主题国防部将一地铁基金前半年，行政院同意，特别县政府提出的土城看守所驶到2.2公里外的潭药区一下的位的。原来的土城红线区金方的弹药库的土地，那台北县政府提出建议迁移到这个地方的案，那我们行政院同意地方上这个建议。看守所地方的民意一直在反映说应该早日来迁移。当然，法务部的一个评估，他也在莺歌、在新店、他在其他县市做一些评估。初步他们的一个方案是觉得这一个那个土城弹药库这个区块是比较适合的。因为按样，特别县政府开始做土城市康态都市计划，同时按算将土城弹药库区大概140公顷纳入计划范围，其中看守所一条司法园区大概31公顷，学校公园设施大概57公顷，其他大概34公顷作为初测商业业的用途。政府在推动一个所谓扩大都市计划，一定要有一个重大建设的一个支撑。如果没有一个重大建设的支撑，我想，一个要把非都市土地做
开发确实是比较难了。一隻康泰都市計劃，實啲比塘里sản xuất完全無農藥嘅3種肥鹽，也喺比塘里大概15戶人家度，大概有5戶無意見，5戶贊成，縣政府嘅看守所細建開發計劃，另外5戶是結界的反對，希望保留當地嘅自然生態。你如果說再把這塊綠地變成一個水泥的一個建築式的話，那這塊綠地沒有了土城，覺得也就沒有什麼未來了。所以我們會一直想要說把這塊綠地保留。縣政府啦，都市計劃委員會，大家可以跟這些居民大家來共同來溝通，看怎麼去開發這塊地啊，不要硬塞一個看守所進來才要開發這個地方。有啲農民還較堅持，甘願維持耕種嘅生活，也唔願意提出比哪一整數而做高樓大廈用地。我們要保持這塊土地，給更多人的享用，這個才是比較有永續性的。如果說你現在來就把它破壞掉，就把它建上去，拿到錢，會花的人可能很快就花光了，土地哪裡去了？沒有了嘛。就像你看守所進來一樣好了，他縣政府說我們地價是1坪9000塊，我這邊1000坪啊，拿到900萬，能做什麼？就再買一個房子好了啦。我啊，那往後生活怎麼辦？面對遇到嘅居民嘅反彈，特別縣政府表示係配合中央嘅政策，同時佢做一系列篩走土城看守所，對土城市中心我帶來正面的發展，讓看守所能夠早日能夠遷進來，讓這個近縣界50年的一個土地能夠做到合理的利用，也讓市中心的一個看守所能夠早日能夠遷移，讓那個地區規劃為公園綠地讓整個的市中心能夠有比較好的開放空間。不過用新開工業來滿足現有嘅豐富生態綠地，外界批評當多。那我所講嘅中央政府喺使土城看守所到體育區一下為所嘅既定政策，也本人爭議。那縣政府他們現在的角色就是扮演，就是說這個是中央的一個政策，那中央的政策他們是執行單位，所以他們必須要做配合。但是據我們這樣多方面的來了解，然後到中央部會去澄清，我們知道說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政策。呢2007年7月19，比塘里居民到行政院澄清的回覆公文度，明白嘅寫定土城看守所辦遷案，將規劃檢討盲聽案，同時細微所不遵從地方嘅意見來決定。不過特別縣政府仍然堅持係配合中央嘅政策。確實，我們辦理這個土城彈藥庫這一個區塊的一個擴大度計劃，確實是因為土城看守所要遷進來，我們才有辦理。把它變成一個人文，然後一個歷史，然後結合這邊當地的自然生態，然後做一個發展，一個低密度的開發。我們並不想把它變成一個水泥式的一個開發。唔係太平實，父母內式的國土開發係有對居民的想法。不過，按樣嘅開發方式，反破壞台灣現時的都市計劃。中國台灣的都市開發，但是用經濟發展做原則。台北縣的，就是看每年3-4萬人的成長，這個是非常驚人的。所以呢，我們是一個所謂都市再生，跟所謂一個都市所謂的擴張。每個城市其實都應該有它的總量管制，也就是說我控制這樣子的空間適合多少人居住，那它在建築量體上，在公共設施的配給上，不會變成一個過度負擔，人們在裡面還是擁有一定的基本生活價值。要尋基本的生活價值，可以嚟講簡單，不過要做到相當困難。雖然土城康泰都市計劃案限地環保署進行政策反評，不過等比塘里居民老環保團體近下年來抗議，計劃也有一系列改變呢。特別縣政府開始思考要向生態嘗試來規劃，還較將本單體內容納12300年高密土開發，降到冇到132年較大密土嘅開發。
那国外这几年一直都不断的在尝试提出叫做生态城市的那个营造模式。那这个生态城市其实来自于几个基本要件，一个叫做尊重地方的人文特质，那一个是去依循地方的微气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开发方式的调整，跟你原来在环保署看到的我们的环评的所报告书里面是有一些修正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采纳他们的意见，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调整。把它的那个密度降低了，开发的人口降低了，把它开发的面积降低了，其他的呢尽量能够保留自然的生态。秋叶合特别县政府的规划，为了比同里，除特别用较大面土开发，也会拓腾约区发发过利用，还较会保留一度的比塘，然后部分的山排自然生态也条。不过对于注册区、商业区、司法园区一条计划面积。沙还是维持灭安，腾约区的条摆基本是赤道当堑，是因为按样保留了丰富的自然生态。当无简单送走的腾约区，沙等落叶是喺宽恕所，比同里的天一出会有弥漫的发展嘛，我喺东南跳开一街。